来请教到汤老师，你看哦，这为我这边这杯吼，看起来有小可金黄，叫小可青青，啊，搁较过去迄边哦，就是开始就是变较深色，甚至是最后一杯看敢若落落，这是啥物情形啊？其实这是咱台湾地较甲全世界的全世界地无共款的位啦。咱讲的红地，像讲印度还是讲英国，红地都拢红色的。咱就讲日本的绿地都拢绿色的。咱台湾地你有看到讲较侪无共款的色，因为咱台湾是做乌龙地为主啦。那乌龙地，咱在做的乌龙地都无共款的发芽。你啊发芽愈轻，伊就愈青；发芽愈重，伊就愈红。所以咱台湾有讲，就看第一杯就是咱的包装茶，伊发芽就较10%尔。过来第二杯就咱的高山茶，慢慢入来个冻顶乌龙茶，过来咱东番碰红茶，过来咱来讲，即摆上新的台东的红乌龙。上尾一杯就是咱日月潭的红茶，足无共款的，甲全世界其他的味拢敢若高色的味，拢较无共。老师，我想要请教吼，你讲最后一杯是迄个南投的红茶，为什么落落？应该唔是歹记吧？唔是吼，这是阮拄泡的吼。因为咱讲的吼，拄咱汉语有讲到讲大叶种甲小叶种，大叶种甲小叶种有两个无共啦，我再大家解说一下吼。大叶种全世界大部分拢是做红茶，大部分拢做红茶较适合。小叶种大部分拢是做乌龙茶，还是绿茶。毋过你也是讲，拄则讲的嘛，讲大叶种的伊的内底物件较济，伊的茶汤较高，较高时阵伊的你也是讲愈高的茶，你也是泡出来，小时拢是看拢袂安尼落。毋过你也冷落内底，遮的咱讲的滋味啊，品质的物件，开始就会甲内底一寡元素去结合，就变做较大的元素。较大的元素你就看无讲较清澈，就看起来就会落。毋过就是滋味有够的红茶，再冷去再变做这路型。所以这路型你能去看讲，你的红茶落冷落，看到是安尼，莫惊讲伊是害去，其实伊是高级红茶的一个型。所以就是伊自本伊内面的成分就是比一般搁较悬，才会产生着这款落落的现象。是咱台湾，你看咱台湾茶，咱做乌龙茶，大部分拢是小叶种的。小叶种的伊下骹内底物件都无遐济，无遐济伊就较袂讲像安尼落安尼。就是讲我拄则有问到讲，其实日本人应该是嘛有啉茶啊，包含就是迄个日本的咱讲的款抹茶，款其实抹起来小可青青啦。为什么因来到台湾这个所在，为什么无要继续来推广着因本地惯是款青青是绿茶也好，还是讲因的款抹茶也好，为什么想要伫咧台湾就是推广这个红茶这部分？这嘛是真趣味啦吼，因为咱讲的日本是啉绿茶，咱讲抹茶啦、绿茶啦，伊是啉绿茶，伊个生产真侪绿茶，嘛卖去全世界。毋过你看，我拄仔讲到讲，以绿茶来讲的话是咱讲日本是较北部，较寒，那咱台湾是较烧热的位。你也是讲以春茶来讲，春天的茶其实就是咱讲的绿茶上好的一个时间。那愈早慢的茶，伊的品质愈悬，伊的价钱也卖甲愈好。台湾是咪较烧热，所以比日本搁较早慢。你就会影响到日本伊本国内底伊卖绿茶的市场，会叫台湾茶抢去。所以伊就是日本就讲，就这就是咱讲的讲，这是第三叶这位啦吼，苗栗这位吼，伊就是去看讲，台湾的茶树。敢会当做绿茶品质安怎？其实都无写偌济啦，伊就是讲无适合啦。为什么无适合？就是无爱互你做啦。唔互你做，唔互你做，无适合的。对，因为你也是互你做的话，你就影响到日本国的绿茶的销量。所以就无爱互你做。伊就台湾就是我就是要做恁台湾，就是要红茶，就要用红茶，因为日本无法度做高品质的红茶，所以就要用红茶去卖全世界。既然台湾要来种红茶，台湾遮尔跨山遮尔济，哪几位的所在有伫咧种红茶啊？咱即摆会当先讲吼，讲日本时代，日本人来台湾做红茶，先做足侪研究啦。当初咱当然咱台湾进前伫清朝时阵，大部分拢做包装茶啦、乌龙茶啦，拢是小叶种的，拢是小叶种的。
啊，咱拄仔讲的大部分伫全世界做红茶拢是大叶种的。那你也是甲小叶种甲大叶种两个拢来做红茶，有一个本质会无共款。哦，对，无共吼。大叶种的红茶滋味会较强，香味会较低。哦，吼啊，小叶种你也做出来，伊滋味都无较强。吼，啊，毋过伊香味会较悬，倒变，吼倒变。啊，所以伊来台湾时阵，伊就看，恁台湾都已经有在做乌龙茶茶树啊，安尼我就毋免订购种过，我就摕恁的茶树来做红茶做看卖。所以当初咱台湾做红茶做时阵，都是用小叶种去种，吼去做的。所以小叶种的红茶以前吼，伫台湾、伫全世界啉的拢是干那一位尔，叫俄罗斯啦。俄罗斯因爱啉这种的小叶种的红茶做出来，人讲茶庄一角一角的。吼，以前俄罗斯拢是甲中国买茶，啊，毋过俄罗斯甲中国咧相战时阵，都买无到茶啊，全日本甲咱台湾的茶去买过。吼，啊，咱就开始卖，啊，卖了嘛袂歹，所以咱当初咱台湾的茶大部分拢是去甲俄罗斯，吼，去卖这茶。啊，毋过伫1917年时阵，俄罗斯就是出一个代志，吼，伊就是因咧革命，吼，伊就讲10月上10月革命，吼，啊，伊要战争啊，要翻盘，哪有可能搁啉茶？所以台湾的茶就卖袂出去。啊，卖袂出去时阵，咱讲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无咱甲咱的红茶卖互欧洲、遮英国啊啉茶的国家。啊，毋过英国在啉茶，欧洲在啉茶，拢是加牛奶啊、加糖啊。啊，你也是像咱小叶种做的红茶，其实滋味较无嘛。啊，你也是牛奶加落都无味啊。啊，所以咱的茶都卖袂出去。啊，一直无法度，上尾啊，日本的政府再去，咱讲印度去进阿萨姆这个品种，就是咱讲的大叶种。所以咱到1925年才开始真的有大叶种的品种伫台湾在种。哦，这是为着要卖哦全世界其他欧洲的国家。因爱啉的这种滋味较强的红茶，才开始有这物件。